民众透过机上啊选择麻婆电视定位，无需要复杂的设定，只要搭配视讯镜头，就当和外观市甚至国外亲朋好友伫电视顶见面。因为我们发现说，其实家家户户大部分有超过90%的用户家里都是有电视的，然后搭配网络的普及的话呢，我们发现，如果透过电视当做一个网络服务的载具，很适合。那会选择是说做电视电话这个功能呢，是因为发现说，其实有些小朋友或老人家呀，他们可能不见得那么会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。那如果透过简单的遥控器，按个一个钮就可以看到可能思念已久的亲人的话，我们觉得这个是个不错的切入的点。当然，这款创新功能甲服务，嘛是用者超个人社会长辈需求，以操作遥控器总是比手机较简单方便。特别有相扑加生活提醒等大型的服务。我们在设计上的话，有考虑到是说，希望让不识字的长辈，或者是说真的小朋友也都可以使用，所以贴心的设计是说，很多操作都是一键就可以完成的，像是比如说电视电话来电的时候啊，只要按下绿色键就可以接听，红色键就是挂断，非常的简单，然后不需要输入任何的账号密码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降低他们使用的一个门槛。那另外是我们也有推出像是电视生活提醒啊、电视相簿的功能，那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分享你看到的美食啦，或者是说风景。那如果你担心可能爷爷自己在家忘记去看医生，你也可以发送回诊的提醒啊，或提醒他要早点睡啊，记得吃药等等的。目前有线电视的用户有兴趣，拢会当先免费体验。当然有任何疑问，买当前往问市了解。而且一直到11月30号期间，现场体验也当参加1000块礼券的抽奖。台湾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